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Ruby。恐懼其實係人性最深層嘅情緒之一。好多時候，我哋會想避開佢，但正正因為咁，恐懼就更加容易控制我哋。而家，請你望住熒幕上嘅鼠尾草靈氣能量蠟燭，注視住呢一團安穩嘅火光，俾自己靜靜咁同佢連結。今日我會陪你一齊用呢團火光同宇宙嘅紫火能量，溫柔咁去觸碰恐懼，然後慢慢轉化佢。而家揾個舒服嘅姿勢，坐低或者瞓低，合埋眼，俾自己完全放鬆落嚟。我哋先一齊做3次深呼吸。第一次，慢慢吸氣，感受清新能量流入你嘅身體。再慢慢呼氣，將壓力同緊張釋放出去。第二次吸氣，讓光同平靜注入心口。呼氣，放低所有雜念同疲倦。第三次，深深吸氣，感受能量流入每一個細胞。呼氣，全身越嚟越放鬆，好似被溫柔嘅光包圍住一樣。而家保持自然嘅呼吸，感受膊頭慢慢放鬆，面部肌肉都跟住放鬆落嚟，成個人越嚟越輕，越嚟越安靜。而家喺你面前出現咗一個白鼠尾草靈氣能量蠟燭，火焰閃動，散發住清新同埋潔淨嘅氣息。每一次閃爍都好似喺輕輕調整你嘅能量場。慢慢，你見到火焰嘅顏色開始改變，由金橙色逐漸變成一種深邃而明亮嘅紫色。呢團紫火係宇宙嘅能量。佢帶住溫柔嘅力量，專門用嚟淨化恐懼同陰影。而家，請你靜靜望住呢團紫火，
感受佢嘅能量慢慢滲入空氣之中，每一下閃動都帶走周圍嘅混亂同緊張。喺呢份柔和嘅光入邊，你開始感覺到內心變得安靜，有一份安全感慢慢喺你心口打開。而家就俾自己靜靜咁同呢一團紫火連結，感受佢帶俾你嘅平衡同安穩。而家，請你將注意力放返喺心輪位置，你可能會感覺到嗰度有啲沉重，或者有啲未講出口嘅不安、緊張同壓力。唔緊要，唔使逼自己，只要靜靜觀察，俾自己誠實咁去感受嗰份恐懼。想像呢份恐懼慢慢化成一團灰霧，停留喺你心口前面。而家，請你輕輕將呢團灰霧交俾紫火，睇住紫火溫柔咁燃燒住佢，冇痛苦，冇抗拒，只係慢慢穩定咁淨化住所有沉重嘅能量。灰霧開始變得透明，然後化成一道柔和嘅光，慢慢流返入你嘅身體。呢份光好暖，好輕，佢幫你修補咗啲舊有嘅傷口，令你變得清澈自在。而家感受你嘅膊頭釋放咗緊張，能量開始重新流動起嚟。呼吸變得更加順，你心輪嘅位置閃閃發光。而呢團紫火嘅光慢慢擴散開去，包圍住你全身，帶嚟溫柔又堅定嘅力量。
你喺光入邊變得輕盈自在，內心亦變得更加穩定同安靜。就咁靜靜咁喺紫火入邊停留，俾自己完全釋放同整合呢份能量。當恐懼被紫火完全淨化之後，你開始感覺到一份全新嘅輕盈，慢慢喺你體內升起，頭頂嘅位置微微發熱，一道純白嘅光柱從宇宙深處降落，慢慢流入你嘅頂輪，穿過你嘅中脈，一直延伸到全身每一個細胞。白光同紫火融合，震動頻率越嚟越高，無數光粒子喺你身體內流動，每一次呼吸都好似同宇宙一齊呼吸。光粒子閃閃發亮，溫柔咁清理、滋養、提升你嘅能量。而家你成個人都被光包圍住，感受到身體輕盈，能量流通，心靈打開，充滿平靜同安穩。你開始聽到宇宙微微嘅震動，嗰一份頻率同你嘅能量慢慢融合。俾自己靜靜咁停留喺呢份光入邊，感受靈魂被光托起，柔和而穩定，同宇宙頻率合一。而家靜靜咁感受身體入邊嘅光，佢依然喺度閃耀，穩定而溫柔。慢慢將注意力
帶返到你嘅呼吸上。每一次吸氣都吸入清晰同平靜，每一次呼氣都釋放殘留嘅緊張同疲倦。喺返嚟之前，畀自己靜靜咁同宇宙感恩，感恩紫火嘅淨化，感恩光嘅滋養，感恩自己願意誠實面對恐懼，而感恩靈魂仍然選擇去成長。而家慢慢深呼吸3次，喐下啲手指同腳趾，感受能量重新回到身體。當你準備好，可以慢慢咁張開眼，帶住光同平靜一齊回到當下。記住，恐懼唔會完全消失，但你可以選擇唔再畀佢控制。日常生活中，如果恐懼再出現，停一停，慢慢深呼吸，然後想象呢團紫火再次浮現，守護你，轉化你。恐懼只係黑霧，紫火會提醒你，真正嘅自己一直都喺光入邊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